各位香港、澳門嘅朋友，如果打算喺中山、珠海、廣州呢啲大灣區城市買樓，揀中介千祈唔好亂揀。貝殼找房專門適配港澳買家，優勢真係好多㗎。首先，溝通係零門檻，全門店有專人講流利嘅粵語，簽合同逐字逐句同你拆解內地購房法規、稅費計算，有需要都可以簡單嘅英文溝通。所有經紀人受過港澳專項交易培訓，永久居民、非永久居民限購政策、自住契稅減免、回鄉證公證文件全部一清二楚，唔使次次返內地補材料啊！如果你長期留喺港澳，唔想經常來回，咁我哋嘅 VR 全景線上睇樓就好實用啦。足不出戶睇勻所有深水房源啊！大部分手續支持線上視頻辦理、電子簽約，淨係需要一兩次落內地處理關鍵步驟，大大慳返車資同埋時間。其次咧，交易流程一站式，貝殼簽約中心內置不動產登記官方設備啊，回鄉證直接識別核驗，網簽交稅、銀行按揭、過戶出證同一地點搞掂晒，存款最快當日可以拎證啊，唔使自己東奔西撲跑政務中心去排隊。資金同貸款方面都有專屬嘅方案，專員熟晒跨境結匯、境外匯款規則，教你正確操作，避免資金卡喺半路。對接各大銀行、港澳客按揭通道，門店直接可以面簽，清楚列明所有嘅流水收入證明，提前評估貸款嘅通過率，減少審批阻滯。最緊要係資金安全有保障，所有交易款項全部走貝殼官方監管賬戶，完成過戶先放款俾業主，杜絕產權瑕疵同埋業主收訂違約等問題。多項安心服務保駕護航，外地買家唔使驚踩坑啊！買完樓仲有全套嘅增值服務。代辦港澳居民居住證、水電過戶，長期唔返內地可以託管放租，日後換樓賣房亦都全程代辦，由睇樓到後期房屋打理一條龍服務。港澳朋友大灣區置業揀貝殼，慳時慳心更安心。